相信大家期待这个直播蛮久了哦。从今天早上我起床看到那有的没有的，然后看到大家这么热心的帮我去检举啊，谢谢大家。哦，那么到下午呢，有个网友讯息我说明哥啊，那个他有个朋友想要跟我联络，我能不能够把我的电话留给他？我说怎么了呢？他就 message 就好了，他为什么要留电话？他说不是啦，因为你留不留电话这件事在于你有没有诚意要跟他通话这样。我说怎么了吗？他说人家想要帮忙我。我说哦好，我就把电话留给他了。他就用一个网络电话打来的吧。他跟我说他看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大家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50几位朋友，60位朋友，帮我分享一下这个讯息呢，很重要。大家帮我分享一下。那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还是官粉，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好，很期待你们留言，好不好？再麻烦大家帮我分享一下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为什么要不要私聊？因为之前呢，我都用提告的方式。哎呦，李安莹有意见。用提告的方式呢，那效果不是很好。但是我今天争取的是，我有没有机会跟他在法院碰面？那人家今天告诉我呢，这件事情很简单。好，各位再帮我分享一下，什么东西很简单？就是啦，如果说今天你怎样，你也不爽就对了。什么事就是一直被洗负评这件事情呢？一直洗负评之后啊，人家说不用提告了啦。他们有的是办法把这个资料呢抠出来给我。他说他们骇客啊，很少跟人家一起在工作的，他们都是自己在工作，所以呢，他们也看不惯这样子。看不惯什么？看不惯他们这种以多欺少。我简单讲啦，我不管你什么粉啦，你用干的留言给我。看要有什么所在啊，什么时间啊，什么地点啊，我拢会使。为什么讲这些？有人去我蓝院留言吗？不要每天只会干掉人家，约人家输赢啊！我讲真的，我约谁输赢你也不敢来嘛，不是吗？你也只敢在我店家留负评而已。你爸妈生你只敢做这件事，实在有够可悲的啦。上一批已经提告了那这一批要怎么做？很简单，看看大家什么想法。这个骇客朋友说呢，无偿把他们这些资料呢弄给我，这个都小事为什么？鬼都知道这个是跟我个鸡巴屌关系啊！你们他妈的要帮馆长加油，有需要给我负评在我店里面他妈馆长加油吗？要弄我不用理由嘛，不是吗？平常怎么不来弄？留个联络方式嘛，也不敢留，太久了啦！我每家店都被你们这样子洗。我每一次聚餐完，我都要告诉我自己一件事，就是我有这么多员工跟着我混饭吃，我要更精进。那为什么我还是老是要这样？这个跟我的店就没关系的是，你要来我店里面弄，是弄你妈的一个逼啊！不然就约输赢。我想这你们也不敢啦，你就没那个懒趴啦，什么都不敢，只敢去我店留负评，带种一点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敢，该是谁找谁，找到老子头上来干什么？因为昨天某人现在删文了，是不是？说什么要找什么有黑道背景的啊，有仇的啊，
我操你妈！我老子跟他有什么仇啊？啊！我永远是就事论事，谁都一样啊！我跟他有什么仇啦？他讲谁不是也这样讲啊？他骂谁不是骂脏话啊？他可以骂我不能讲，他能就事论事，老子不行。我他妈就变有仇，我有黑道背景吗？我有黑道背景吗？老子就黑道啦，怎么样啦？什么背景不背景，就我干的哦。带什么风向啊？从来啊，我不忌讳我干嘛的，我也不用说啊，我什么黑道什么浪子回头啊，什么金盆洗手在做什么，我操你的啦！我告诉你，我就是我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恁没无你赶紧信道啦！我不管你什么粉，还是你要反串。你们觉得是我叫警察来抓我嘛？不来帮他报仇啊！去我店里面留负评宠他小啊，只敢这样做，还能干嘛？还能干嘛嘛？你爸爸妈妈都笑你，你们知道吗？留负评没有啦，那个骇客朋友告诉我说小明哥这样我们很简单，我们无偿。我们几个好朋友无偿提供你所有个人资料，帮你调出来。后面你要看要不要自己处理。我个人想法是这样：如果今天我法律能处理，我个人能处理的，我不会希望我使用暴力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是卡小啊！我今天接受人家帮忙，我还欠人家人情，人家后面要我还他什么我不知道的为了你们这些废物你们只敢人多欺负人少，什么都没有了，懒趴也没有了，机器也没有了，面子也没有了，只有什么键盘。因为呢，我各店这些负评的吕玉成，你怕什么？怕不要看啊？如果我今天小明讲的让你很害怕，你们到底要怕什么啦？是做什么亏心事要害怕啦？你给人大声，我是跟你大声吗？那天晚上讯息灌爆我手机，我没有看，因为我像我等一下要睡觉，明天中午要记住。现在很多事都从中午早上开始的。到早上我起来，一堆记者打给我，问我说：“小明有什么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说这个事第一个我不晓得，第二个来龙去脉我也不懂，那只希望呢，他早日康复，就这样。我跟媒体都是这样讲。那然后呢，一堆负评啪，每家店都有。何苦给我负评啊？你就来找我嘛，就跟我约一下啊。那现在弄到骇客朋友说要提供资料给我，那我还要动员我的人去找你去修理你，我有点累，我讲真的。把你处理完了，我还要面对法律啊，不是吗？我不会躲的啦。我无什么通好闪的啦，我若叫少年去做的工课，我拢打啦，我拢讲有啦，我袂讲无啦，你知道？馆长今仔的代志头到尾，什么原因安怎发生的，我拢唔知影。
我无要去推测讲哦，伊是毋是啥物等等的，甲恁妈拢无关系。我一讲再讲，我嘛拢直接写出来啊。啊那你话等负评，写的负评啥小？你当我找袂着你啊？啊是你当我要来找你？你规气来找我，敢无较紧吗？你敢有迄个叫嚣？什么嚣拢唔敢、啊。我今仔日不管恁什么份啦，我唔管什么用意啦，我敢要甲恁讲一项代志尔啦。会方干留电话留住址，我卡互你啦。是要甲我约啦。袂方干哦，莫做这种代志啦，下西下井啊！你爸母生你无简单啦，爸母饲你大汉无简单啦。你就想做这种见笑呆哦？你来啊，唔捌来啊！你写什么？规工你写负评，吃得起吃不起呢都不重要哦。你今天跟我说啊，我就管本，我希望有一点招待哦，我也会招待你，没有问题，好不好？没有啊，大少听我讲，馆长这个事情，我从头到尾我没有评论过。我也没有讲过任何说，我没有公开讲过他是怎么样、怎么回事，还是等等，没有。为什么？我这样说好了，我跟他没有恩怨，我就是就事论事，完了就是完了啦，结束就是结束了。我也没有要聚集谁去做跟他相同的事情，那是别人在做的。你若杜兰伊有人杜兰伊，你就做你甲杜兰，跟我无关系。我未看伊今日丢钱，我就甲笑啊。宝川哥，我不要了，我明天要祭祖了，我不去了。今天晚上大概4、5趟我都没有去了，谢谢啦。我这样讲，我再讲一次哈，我不管你们是什么粉，当你要来我这边留负评的时候，你就心里面要做准备。恁爸不是找袂到你，哦。管本有好有歹，迄个我拢不管。我讲的是来我店里留负评的人，我也没有什么反管联盟那种鸡巴毛，我要弄谁就弄谁，我他妈跟谁联盟啦？我拜托我看一下查一下我的维基百科查一下老子是干嘛的啦？妈逼的，我讲真的啦，我跟谁联盟啦？我弄谁就弄谁了，我跟谁他妈要联盟啊？我今天如果要战，我为谁而战？我为何而战？我心里明白的很。我不会跟馆长做一样的事情，去搂一堆人，以人多欺负人少，我不干这种事情。但是你要弄我，我一定函扣你。大家想清楚了。